现代台语版圣经尼希米记第13章。迄日有人读摩西的律法书，互人民听，读到内面有安尼记载：阿文人甲摩押人永远袂用得加入上帝的会，因为因毋但无用食物甲水迎接以色列人，颠倒请别人去咒诅以色列人。毋过咱的上帝互迄个咒诅变做祝福。因听到即段律法了后，就将以色列人甲遐有外族血统的人分开。这个代志以前，管理咱上帝圣殿府库的祭司以利亚实甲阿文人多比亚真有交情，就为着伊准备一间大经房。这间房间以前伫收藏数济乳香圣殿的器具，以及照规定供给利未人献司的守卫的5穀新酒甲新油的1/10，以及牙权献互上主归互祭司的物。这代志发生的时，我无伫耶路撒冷，因为巴比伦王阿达西西32年，我倒去王遐。过无偌久，我阁对王请假。我到耶路撒冷，才知以利亚实所做的歹代。伊为着多比亚伫上帝圣殿的埕准备一间房，我就真受气，将多比亚所有的家具拢挾出去，阁命令人去洁净房间，然后将上帝圣殿的器具、素祭甲乳香阁搬入去。我嘛发现利未人应得的份额无互因，当值的利未人甲献司的煞着倒去家己的田园做事。我就责备遐个官长，甲因讲是安怎上帝的殿放互荒废。我就组织利未人，互因恢复职务。对安尼，犹太人民将5穀新酒甲新油的10%带入府库。我指派祭司示利米亚、经学教师撒督甲利未人比大雅管理府库，阁派马他尼的孙撒克的囝赫兰做助手。因拢真忠实，尽职将物件分发互因的同事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纪念我所做遮个事，毋通撤销我为着上帝的殿甲服侍伊所做的好事。伫迄段期间，我伫犹太看到人伫安息日踏酒窟，搬麦捆互奴才，搁伫安息日将酒、葡萄、无花果甲逐款细物运入去耶路撒冷，我就伫因买卖迄日责备因。阁有住伫遐的泰尼人带鱼甲逐种细物，伫安息日伫耶路撒冷卖互犹太人。我就责备犹太遐个贵族，甲因讲：恁是安怎做即款歹代志，干犯安息日？以前恁的祖先敢毋是嘛安尼做？互咱的上帝将这一切的灾祸降落伫咱甲即个城。现在恁要求干犯安息日，一定会互上帝对以色列发搁较大的受气。伫安息日开始黄昏的时，我命令人关耶路撒冷的城门，到安息日过去以前袂用得开。我派几若个部下管理城门，才免有人伫安息日担细物入城。对安尼，生理人甲贩卖逐项细物的人，有1-2遍伫耶路撒冷的城外过暝。我就警告因讲：恁是安怎伫城墙外过暝？若搁安尼，我要下手掠恁。
对迄时以后，因伫安息日就无过来。我命令利未人洁净家己来固守城门，互安息日分别做圣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纪念我所做遮个事，照你丰盛的慈爱怜悯我。伫迄段期间，我阁看到犹太人娶亚实突人、阿门人、摩押人的查某囝做某。因的囝儿有一半讲亚实突话，还是别族的话，毋过袂晓讲犹太话。我就责备因，甲因咒诅，拍几若个人，掣因的头毛，甲因去上帝咒詛。无要阁将因的查某囝嫁互外族人的囝，因甲因的囝嘛无要娶外族人的查某囝。我甲因讲，以色列王所罗门敢毋是为着即款代志犯罪，伫列国中无一个王亲像伊得到上帝的疼，搁得到上帝甲伊设立做以色列全国的王。毋过外族的某，互伊犯罪。安尼，阮哪通出在恁做即款严重的歹代，娶外族的女子，忤逆咱的上帝？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孙亚和亚代的囝，有一个是何伦人三巴拉的囝婿，我就将亚和亚代对我遮赶出去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为记得因所做的歹代，因为因拍拉山祭司的职务，违背利未人做祭司的约。安尼，我甲因洁净，互因脱离外族人一切的污秽，搁分派祭司甲利未人的班次，互因执行家己的职责。定期奉献材料甲初熟的果子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互我。